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係判斷精靈啦。我能夠深入透徹思考，並全方位檢測事物。人喺唔確定嘅情景之下，經常會做出一啲錯誤嘅判斷，所以頭腦開明、審慎、理性嘅品質係非常重要㗎。聽到某個人嘅壞話，同學係咪會先觀察佢嘅言行再做判斷呢？有啲人話某間鋪頭嘅小食好好味，咁同學係咪會先親身試下再向外宣揚呢？定係同學喺討論之中都能夠舉出若干嘅理由去支持佢嘅觀點啊？咁你就發現判斷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